台湾手庙天坛自2023年连续2档举办府城历史的竞行，得到民众热烈的回响甲喜爱。今年第3届特别将活动的核心转为祈福，以行一段平安路，下一世幸福愿为主题，象征伫个世界动荡甲天灾并存的时代，为台湾来祈愿幸福安康。天坛举办的府城践行活动已经进入第3届了。今年我们特别安排活动核心种的祈福，跟以前不一样啊。希望在玉皇上帝的庇护下，庇护我们人民安顺平安、国泰民安。3.8公里，来走6大经的这个古迹景点啦吼，互你一世人任何代志拢会当非常顺利的这圆满，所以咧会当达到所咱人生所要求到的6大的这个目标啦吼，拢当融入在里面，会使讲非常的这个难题意义也非常的这个重大啦吼。这届竞行路线全长3.6公里，沿途设有6个幸福寓所的收集点，包括台湾文学馆、孔庙、电信公主庙、树殿武庙、大观园亭行政宫，最后回来到台湾手庙天坛，象征着平安、吉祥、顺利、如意、健康甲圆满。全部完成者将得到祈福的奖牌，将满满的祝福扎回厝。活动报名对今日起到9月21日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上报名的网站来查询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